你出去食飯埋單俾錢嗰陣，究竟係信間餐廳定係信你自己對眼？今次單嘢就係一個血嘅教訓，話你知信錯人，一餐飯隨時貴你百幾蚊。究竟酒樓收多咗你錢，係純粹計錯數，定係有心呃你？片尾話俾你聽，即時做3樣嘢，佢就會好有禮貌咁樣退翻錢俾你噶啦。最近有位巴打喺網上爆料，佢同屋企人4個大人1個細路去旺角一間連鎖酒樓食飯，埋單900幾蚊，本來都覺得正常，點知屋企人叫佢對一對張單，一對就出事。哇！你睇下張單，4大1小，竟然收咗佢哋足足10個茶位，仲有4碟小食。事主初頭仲以為係隔籬台張單，但啲餸又全部都係自己叫嘅，好戲肉嚟啦！佢即刻揾門口個阿姐對質，你估個阿姐點？佢一手就搶走張單，接起佢，再用2隻手指夾實，一句解釋都冇，就咁由得事主一家人喺度罰企。事主想攞翻張單影相留底，個阿姐淨係輕描淡寫咁講咗句收多咗。喂，成個過程一句唔好意思都冇，連多謝晒都慳翻。最後事主趁佢唔為意，先影得翻張舊單，發現足足收多咗104個半。佢話呢個數夠佢食2、3餐老麥啦。件事一出啦，網民即刻炸咗鍋。有人話埋單睇單係基本啊，但更多人質疑根本係有心。10個茶位咁大咬，一張單執1嚿水，一日幾張，1個月條數好襟計喎。當然啦，都有人話可能係人手落單，唔同員工重複入咗啫。但係如果真係冇心之失，點解個阿姐嘅反應會咁鬼鼠啊？好，單新聞講完，翻嚟我哋一開始條問題，究竟係有心呃錢定係冇心之失？我唔會直接俾答案你，但係分享一個行內嘅冷知識。喺餐飲業呢種小額差錯，如果冇人發現，盤數點樣平？有啲手法係多出嚟嘅現金會撥入一個叫雜項或者水位嘅地方，最後可能係部門花紅，甚至直接當貼士落格。所以個員工嘅反應往往就係判斷有心定無意嘅最佳指標啊！記住啦，睇佢哋發生呢啲同類事件嘅時候，個員工嘅反應啊，就係個關鍵位啦，亦都解釋到點解呢個阿姐嘅態度咁鬼差啊！下次遇到同樣情況，記住3件事：第一，保持冷靜，唔好動氣；第二，堅持要翻張單，即刻影相；第三，如果對方唔合作，直接要求見經理。同佢講，不如我哋報海關，等佢哋嚟同你慢慢計。你認為呢單嘢個阿姐係醒目定笨柒？喺下面留言講下你嘅睇法。情報分析完畢，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關心嘅人，確保佢哋唔會中招。